你有冇聽過身邊朋友甚至公司 HR 同你講，呢筆錢係公司俾你嘅補償，唔係人工，所以唔使交稅？聽落好似好好噃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3類收入誤區，到底點樣攞到錢先可以真係唔使交稅？第一類係退休時嘅特別饋贈，好多老臣子退休，老細會封翻封大利是，或者俾一筆退休禮金，名義上話係多謝你多年付出。你以為呢啲係心意，係 gift， 唔係人工？但係稅局會睇呢筆錢嘅本質。如果呢筆錢係因為你過往嘅服務而俾你，或者係合約入面隱含嘅福利，咁唔好意思，呢啲通通叫應課稅入息。第二類係最常見嘅爭議位，離職補償金。當你被裁員或者被勸退，因為咁而收到一筆錢，呢個時候係咪以為唔使返工就唔係人工？補償唔係你講，係要睇合約同事實。稅局唔係睇個名，佢睇本質。第一，代通知金，呢個基本上冇懸念，一定要交稅，因為本質上佢只係用錢代替你嗰段通知期人工。第二，如果份合約本身已經寫明離職補償安排，呢啲通常都要納入稅網，因為佢係合約回報，而唔係額外恩惠。第三，咩情況先真正有機會唔課稅？係公司違約賠俾你嘅損害賠償，又或者遣散費入面屬於法定要求，而唔係回報你服務嘅部分，呢啲先有較大機會唔納入課稅範圍。第三類，限制競爭承諾金，老細俾一筆錢你，要求你離職後1年內唔准去對手公司度做，或者唔准搶客。你可能會諗，呢筆錢係買斷我將來嘅自由，係對我嘅損失補償，咁應該唔算人工啦。但稅局唔係咁睇喎。以前呢類限制競爭承諾金確實比較容易被視為免稅，但而家稅局查得好細。如果呢筆錢本質上係補償你過往服務嘅回報，又或者係為咗保障公司利益，稅局一樣可以徵稅。一句總結，限制自由唔代表自動免稅。大家要記住，名義唔等於實質。想避開稅局開單，一定要留意。僱主報稅表寫係薪金，你寫係賠償金，稅局一定會同你搞清楚。稅務安排係要事前部署，唔係事後改個名就得。如果遇到大額補償，唔好急住簽文件，先諮詢專業顧問，搞清楚性質，分分鐘幫你慳翻好多。下一集我哋會講一個打工仔最強慳稅工具——住房福利，識得玩，分分鐘幫你份糧減走一大截稅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隔籬個鐘仔，我哋下集見。